各位香港老友記，我係周老闆啦。聖誕想搞啲唔一樣，有咩特別？兩條專屬嘅線路，直接鎖定大梅沙京基海灣大酒店。我哋聖誕夜集體嚟狂歡啦！一條咧係河源深圳線，浸溫泉、玩海灘，5星藍葡萄酒店，一人一間房，你冇聽錯，係一人一間房喎，全程冇打擾，超自在，好正嘅。另外一條咧，深圳惠州線，下午先出發，你冇聽錯，係下午先出發啦，唔使趕時間，唔使逼關。千花洲度假酒店，觀景露台房，一推開窗就係靚景啦。當然，聖誕當晚先至係重頭戲，海鮮自助大餐，哇，食得招積。滑稽小丑同你玩，聖誕老人親自帶驚喜，仲可以暢玩酒店嘅私人沙灘，儀式感正到不得了。聖誕氣氛，哇，簡直係爆棚啊！一啲都唔貴，1399同1499咋，性價比超高。想輕輕鬆鬆過聖誕，住靚嘅酒店，玩得盡興，快啲打26501628嚟book位啦！亦可以喺我哋美味假期各大門市報名，記得點讚、追蹤同埋關注聖誕專場，名額有限，約晒你啊！